大家好，我係潺菜。今日嘅片咧係喺一個臨時嘅 set up 嗰度做嘅，所以咧無論係燈光啦，無論係音響啦，甚至乎去到收音啦，或者係我嘅眼神喺度飄嚟飄去啦，因為我要睇稿啦。依啲嘢咧，通通都係好臨時嘅啫。咁所以若果你係對呢一方面嘅嘢好有要求咧，嗱，其實你平時有要求都唔應該聽我啦，今日更加唔好聽啦。咁再加上咧，我頭先做咗一件偉人小事啦，就係我錄完段片之後，發現自己根本就冇開咪啦。咁所以我而家係重錄㗎，所以我懷住一個對自己好憤怒嘅心咧嚟開始錄呢段片嘅。咁事不宜遲啦，咁我呢一刻咧就開始講啦。喺一段時間之前咧，其實我拍過一段片係關於一套 Netflix 嘅紀錄片，叫做《Bad Boys Billionaires》。當其時咧，其實佢總共咧係有四個人物嘅。嗰四個人物當中咧，有兩個咧係已經着咗草去英國。咁另一個咧就叫做 Sabata Roy 咧，佢咧就直情係登出咗佢嘅人生啊！咁我唔知你有冇機會聽過嗰段舊嘅片啦。咁其實都幾大，對我嚟講幾大嘅，睇完之後幾愕然嘅，因為冇諗過喺印度嘅時候，原來可以有為數咁多嘅有錢人做生意嘅人，可以係咁樣去剝削啲窮人啊，或者係呃政府錢。咁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啦，其實總數咧係有四個人嘅。佢當中咧有最後一個咧係未播出嚟嘅。依個人咧，佢當時咧其實就同Netflix 打官司啦，因為佢係話佢自己嗰個官司咧其實未打完啊。咁所以若果咧你 Netflix 播我嘅話咧，會影響咗我場官司，人哋點樣去對我會有啲咩觀感啊，成咁樣啦。咁但係又咁講喎，最終咧其實 Netflix 咧係一路打到上去最高法院，佢哋咧其實就講緊知情權。咁Netflix 最終打贏咗啦，5年之後。咁今日咧我要講嘅依單案咧就係講呢度後面呢邊指住嗰個仁兄啦。呢個人咧叫 Ramanaga Raju。咁係啦，佢就係第四個騙子啦。好啦，喺其實發生咩事咧？2009年嘅1月7號，Ramanaga Raju 呢個人咧，佢就出咗一封 email 啦，俾佢當其時公司嘅董事會承認咗佢嗰間公司Satam 裡面嘅帳目咧做假數，講緊咧成盤數裡面咧有10億嘅美金現金啊，佢係話冇㗎，假㗎呢條數。咁即係咩咧？即係當你哋以為間公司咧有嚿錢可以捱過當其時嘅金融海嘯，然後咧依間公司嘅創辦人一嘢咁樣升埋嚟，就話俾你聽，哈，堆數假嘢嚟嘅啫，傻仔，唔係真㗎，我哋冇依個錢咯。咁究竟呢條友佢係由點樣開始可以做到咁樣嘅地步？自己出封信俾個 board，然之後就當了係咯。我嘅 confession， 我係一個有良心嘅人。咁首先要講翻呢個 Raju 嘅背景啦。呢個 Raju 咧其實係嚟自一個有錢嘅家族。印度咧其實咪有一個口講話已經廢除咗，但係大家都已經入晒血入晒腦嘅種姓制度嘅。呢個 Raju 咧，佢出生喺嗰個階層咧叫做剎帝利啊。唔識讀嗰個印度話，但係咧呢一個咧係第二高嘅階級嚟嘅，係僅次於祭司婆羅門嘅。喺呢一個階層咧，傳統上咧係掌管軍事啊同埋行政嘅，即係嗰啲戰士啊、國王啊之類嘅階級咯。咁喺佢嘅家鄉安德拉邦咧，佢依個姓 Raju 咧就等同於當地嘅地主同埋統治階級，所以你可以諗得到佢個身份咧，本身個家族嘅身份都係顯赫嘅。佢咧當年講緊1975年左右，佢21歲啦。佢喺印度攞完一個 Bachelor Degree 喺商學學士之後咧，佢就去咗美國嘅 Ohio University 就讀 MBA。
咁喺70年代嘅中期啦，其實咧美國咧嘅電腦科技就開始萌芽嗰段時間。咁阿 Raju 咧喺美國嘅時候，佢就睇到資本主義點樣運作，點樣用數據去說服投資者。咁呢啲經歷咧就令到阿 Raju 咧佢翻到去印度之後咧，佢有一種簡單啲嚟講就係自我感覺良好啦。佢就係嗰種我比本土嘅商人更加高級，我有見識。咁簡單嚟講，傲慢 arrogant。咁作為一個有錢階層嘅人，Raju 佢又點會幫人打個工呢？所以其實呢條友仔咧，佢讀完書咧，翻去印度咧就直接開公司做老闆。講緊咧，佢1977年23歲嘅時候，佢翻到去咧，佢就已經係靠家族嘅財力啊、人脈啊，先後就搞咗一啲公司。最初搞嘅咧就係 Satam Spinning，即係紡織業嘅公司啦，同埋咧一間叫 Matus 嘅你當係啲地產商、發展商咁樣啦，就開咗呢兩樣嘢。但係佢早期做紡織嘅生意咧，其實好平平無奇嘅，冇令到佢即係成為一個人中龍咯，唔係即係唔係咩大紅大紫咯。但係去到10年後啦，1987年啦，當時33歲嘅佢咧就創立咗 Satam Computer Service。咁其實呢一類型嘅公司即係什麼回事呢？講緊係當時印度政府咧就開始放寬經濟，咁 IT 嘅外判生意咧就啱啱起步。咁講緊嘅外判生意即係咩呢？其實你若果而家你公司有做 outsource 咧，通常你會聽過兩大名嘅，一個叫 Tata 啦，一個叫 Infosys 啦，呢兩間就印度公司嚟嘅。另一間咧你可能都有機會會聽過，但係嗰間美國公司嚟嘅，嗰間就叫 Accenture。咁呢啲公司咧就專做 IT 外判嘅，有時咧嗰啲 helpdesk 激到嚟嘔血，成日話要 close ticket 嗰班咧，咪就係呢啲咁嘅外判公司咯。咁呢個 Raju 咧，佢當其時就發現啦，咦，社區好揾個職報喎，因為佢啲紡織業嗰啲做唔起啊嘛。咁所以咧，佢就由一間20個人嘅細公司做到變咗印度所謂第4大嘅 IT 公司啦。咁當其時咧，其實印度嘅 IT 業咧都仲係好初期嘅。咁 Raju 咧，佢就去咗一個地方，嗰個其實都係佢啲主場嚟㗎啦，就叫做 Hyderabad，唔得，唔知Hyderabad 係啦，Hyderabad。咁喺呢個叫 Hyderabad 嘅地方咧，就開公司。咁佢將呢個原先咧喺好死嘅一個城市啦，咁咧就因為佢喺嗰度開始咗佢嘅 IT 公司生意，所以咧後來有啲人咧就叫呢個 Hyderabad 嘅地方咧就叫做 Cyberabad。咁你知啦，一 IT 就乜嘢都 cyber 㗎啦嘛。咁佢喺呢笪地方咧，去起總部啦，去搞培訓嘅 centre 啦，去即係做好多嘢，亦都帶動咗啲地產嘅經濟啦。簡單啲咁講咧，喺嗰度咧，佢直情係令到成個區啊啲經濟蓬勃到不得之了。咁當時咧，全印度甚至乎全世界都覺得佢好似個英雄咁樣，因為佢創造咗幾萬個高薪嘅職位出嚟啦，令到印度人覺得我哋可以靠腦袋贏美國人嘅，我仲可以大賺美國佬嘅錢。咁事實係咪又係咁樣呢？我哋先講少少題外話，佢間公司咧叫做 Satam 咧 SATYAM 啊，個意思咧其實即係真理。你知真理係一啲幾奧妙嘅嘢啦，所以你睇佢個願景係大到咁，所以佢咧其實並唔係單單想做一間普通嘅 IT 公司，喺佢心目中好大嘅願景咧，佢想透過呢間公司咧去 rebuild、去重造、去建立一個城市出嚟。咁喺頭先講緊嗰個叫 Hyderabad 海德拉巴呢個地方咧，佢就瘋狂買地啦、起樓啦、搞基建啦，將自己咧就塑造成一個現代海德拉巴之父，幾勁，國父一樣啊！咁好啦，但係對於 Raju 嚟講咧，做生意咧唔係為咗求生，係為咗榮耀。好啦，作為一個王，點解我話王咧？就係頭先講緊個種姓裏面咧，佢哋係王嚟㗎嘛，佢呢個階級，所以佢會話俾你聽咯。
我唔係唔可以輸啊，我係冇機會輸，我係唔會輸，我王嚟㗎，我點會輸啫？你係咪傻㗎？咁所以咧，佢就係咯，我又有見識啦，睇過外國嘅嘢啦，我又係一個王啦，我仲喺海德拉巴可以呼風喚雨喎，幾勁！咁其實依單嘢咧，去到講緊喺90年代尾啊，即係去到2000年左近咧，其實好多公司都發現自己公司用緊嘅 program 啊，好多以前因為佢哋做兩個位㗎嘛，咁所以咧去到2000年嘅時候變翻00喎，咁咪好多嘢要改咯。依個咧就係有危有機啦。當年咧其實講緊2000年呢個年頭咧。好笑到千年蟲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即係我呢啲老嘢梗係聽過啦。千年蟲係黐線到咧，有詐騙案咧話有千年蟲藥可以醫到千年蟲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咁但係咧，印度 IT 公司咧，其實喺呢個危機當中咧，佢哋接咗好多生意。因為簡單啲咁講，如果你要改曲咧，即係你揾人手瘋狂揼揼揼，唔係而家 AI 啊嘛。咁嗰陣時咧，係真係要揾一班 programmer 入去，可能1999嘅嘢以前佢得99嘅，你就要改去做4個位，然之後變做2000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咧嗰陣時真係好多呢啲 legwork 生意要做嘅。咁當時啦，印度嘅 IT 業嘅三巨頭啦，Tata 啦，Tata 咧就有好雄厚嘅家族背景去支撐住嘅。另一間啦叫做 Infosys 啦，Infosys 咧坊間所講啦，叫做有技術口碑啦，但係我呢啲曾經嘅用家咧，我都係嗰句。唉，咁好啦，另外一間咧我唔識嘅咧叫 Ripple，咁 Ripple 咧就據講都係好有規模嘅。喺數據上面嚟講啊，Infosys 咧同埋 Tata 咧，佢哋嘅利潤啦 margin 咧係去到講緊30%或者以上㗎。咁簡單啲咁講，即係佢做10蚊生意咧，佢有3蚊係賺嘅。但係啱啱講緊嘅即係 Raju 嗰一間咧 Satam 咧，佢個 sales turnover 佢嘅生意額咧，其實係比唔上頭先講嘅 Infosys 同 Tata 嘅。而且佢嘅利潤咧，其實只係有10至15%，即係佢賺10蚊生意咧，佢就淨係可以賺到1蚊至個半咯。咁但係你又睇翻佢啲客喎，明明佢啲客都唔係失禮嘅喎，佢有 GE 啦，佢有雀巢啦，佢有 Ford 啦。咁好啦，我都有大客啊，人哋又係做大客，咁喺 Raju 嘅心目中就係、喂，點解啊？點解啊？我呢啲王嚟㗎嘛，點解我會即係講緊我生意咁巢啊？但係事實擺在眼前啊，Satam 呢間公司咧，佢排極咧都係排第4嘅。除咗 Infosys 嘅創辦人咧係出身婆羅門，即係喺種姓裡面嘅第一階級最高級嗰個。其他嗰兩間咧，其實咧就算你話 Tata 咧好有家族背景咧，但係 Tata 咧其實係叫做外族㗎。如果用印度嗰啲種姓嚟計，咁 Wipro 咧亦都係好似 Muslim 嚟嘅，所以咧喺阿黃心目中佢梗係覺得。吓？喂，婆羅門啊，都係因為佢係祭司，我俾面佢啫。但係另外嗰兩個外族嚟㗎嘛，有乜可能我係排第4？點解都解唔通我點解係排第4啦？咁 Raju 呢個人咧，本身即係你其實聽到呢度，你都聽得出就係佢有一個好極度自負嘅心態啦。佢唔會甘心做一個緊頸4咯，排第4咯。所以佢要俾人睇到 Satam 呢間公司咧。就算我 sales turnover 冇咁大啊，我個增長度啊都要快過 Tata 嘅，即係人哋一年 grow 10%，佢可能我要 grow 20%咁樣。就算我個 sales turnover 冇人大得咁緊要都好啦，佢就係唔可以話自己唔掂咯。所以佢一定要令到本數簿好好睇，我就係要靚仔，我就係要好睇過你 Infosys 同埋 Tata。依個就係 Raju 嘅心態啦。但係去到其實冇幾耐之後，喺2000年過咗一陣間咧，dotcom 嘅泡沫爆啊！咁當其時其實 dotcom 公司好多生意㗎嘛。咁當其時嘅 dotcom 爆咧，其實唔係淨係 dotcom 公司死嘅，基本上咧你 IT 行業好多公司都受牽連啦。咁所以其實咧嗰陣時講緊咧個啲股價咧都喺度跌嘅，但係 Raju 咧佢就係唔準 Satam 跌啦。咁喂，佢簡單啲咁講，喂，我唔可以連個老4我都保唔到㗎嘛。所以喺2001年呢個咁關鍵嘅時間咧，當全球嘅 IT 泡沫爆啦，啲大客開始就壓價啦，冇錢啊嘛。Raju 咧佢就唔接受佢自己 Satam 呢間公司咧變咗做二線公司啊。咁嗱，唔好住先。
唔接受咧就唔代表佢唔使減價。佢為咗一來維持個股價靚靚仔仔，同埋我係唔會輸嘅呢一個光環咧，佢咧就由2001年開始咧，佢就微調佢自己會計嘅帳目。簡單啲咁講，打個比喻啦，就係、佢可能嗰季咧，佢賺得5000萬美金嘅收入咧，佢就寫夠6000。咁然之後多咗個1000萬咧，佢就成日諗住，唉，遲啲我賺翻嘅咧就會填翻個窿落去，即係吹大數啦。咁但係個面咪就係你哋間間都喺度跌，因為俾人捽價啊嘛。我哋就係唔會跌。咁好啦，但係另一方面咧，你個面大咗條數喎。咁佢之後又要點做咧？佢就諗辦法點樣去對沖呢啲數。簡單啲嚟講，你一間公司正常做多咗生意，你咪成本多咗咯。咁咧，佢為咗去沖嗰條數咧，佢喺公司個系統裏面咧開咗一個咧叫做超級權限咁上下嘅嘢啦。咁呢個超級權限咧係大到咧你 CFO 個權限都冇佢咁大嘅。佢咧係可以就咁入去撳兩撳咧，就用一啲空殼公司 gen 出嚟。將幾千張嘅假發票懟入去佢公司系統，愛嚟扮做佢哋嘅支出咯。咁我都唔知佢公司啲會計我嚟做咩嘅，因為基本上咧呢個 founder 咧佢可以就咁隨手就入去撳兩撳，跟住就話自己有幾多支出，跟住啲錢又照樣走翻出去俾佢。咁亦都直接啲咁講啦，你空殼公司出完啲假發票，你唔係齋出假發票噶嘛？佢一定係 A 埋錢走咯，咁啲錢啊梗係落翻去自己度啦。點解我咁講？你以為佢嘅所作所為真係單純因為我係王啊，我要面啊，面係要錢嘅。所以咧，佢其實喺2003至到2008嘅期間咧，佢除咗瘋狂咁樣虛報啲利潤啦，佢仲要因為俾人覺得佢哋係大公司，咁大公司即係咩啊？大公司即係多人，所以咧佢就老作咗一份13000個假員工嘅名單。人多當然係一間大公司一定要有嘅元素啦，所以事實上咧，佢咧做戲做全套㗎。佢攞嗰張假嘅名單咧，每個月咧喺公司嗱呢間上市公司嚟㗎，喺呢間上市公司嗰度咧攞去出糧。咁就係咁樣，你估佢養鬼仔咩？佢攞張假單入去，然之後咪就係 A 錢落自己個袋咯。咁頭先啲假發票又係錢啦，呢啲假糧單又係錢啦，但係嗰間係上市公司嚟嘅，咁 A 走嘅錢係邊個錢咧？股民嘅錢。唉，咁好啦。你話呢個華珠咧，佢一直都係面子大過天咁樣，好王嚟㗎嘛，係咪先？咁但係亦都真係有好多元素吹捧到佢咁嘅，因為咧喺2000年嘅時候咧，Bill Clinton 咧訪問印度啊。當其時咧，唯一指明要去見嘅 IT 老闆咧，就係呢個 Raju 啦。咁當其時因為一個咁樣嘅安排啦，佢就被視為新印度嘅代言人啦。當其時咧，安德拉邦嘅首席部長唔知乜嘢拉杜咁樣之類啦個名，咁咧就同呢個 Raju 咧關係咧好似沙煲兄弟咁好嘅。Raju 咧仲會借錢俾當地政府。佢幫政府就搞啲咩基建啊，又搞埋啲咩緊急醫療服務啊。喂，大佬，佢王嚟㗎嘛，佢梗係要體恤民情啦。所以好多人都當佢一個大好人嚟㗎。咁而政府對應咧，就係喺啲政策啊同埋啲土地上面咧，就一路開綠燈俾佢咯。咁講嚟講去都係錢啊，唔係做乜鬼會有咁多呢啦撚啊？咁好啦，咁呢個 Raju 自己作為一個王，咁佢啲仔係咩啊？王子，咁要令一個王族可以千秋萬世咧，大部分嘅人嘅選擇都係㗎啦，就係攤翻落去土地嗰度咯。咁喺1988年嘅時候啦，首先咧就有一間叫做 Matus 嘅 infrastructure 公司係佢哋成立咗嘅。依間公司咧專做基建嘅，佢哋咧主要就係做政府嘅工程啦，例如起公路啦、地鐵啦、橋啦。最大嘅用途就係收風。你諗清楚，即係地鐵上蓋啊，嗰度啲地會唔會貴咗？梗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間公司咧就係愛嚟同政府打交道啦，打好佢嘅人脈關係啦，要同孤兒熟落落，有間咁嘅公司傾偈都合情合理啲啦。
咁所以咧，呢度係佢第一間地產公司，但係咧去到2005年咧成立嗰間就勁啦，嗰間叫 Matus Properties，咁嗰間咧就真係地產商啊，買地啊、起樓啊、發展商嘅一煲過。呢間咧我會話佢係愛嚟食大茶飯嘅公司嚟嘅，因為其實喺2005年左右啦，印度咧嗰段時間啲地產咧係砰一聲咁喺度升啊，咁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嗰一年咧印度政府咧就開始開放呢個地產市場咧俾外資進入佢哋個 market，咁即係好多熱錢啦。當時咧全印度嘅地價咧，特別係好似譬如呢個海德拉巴嘅 Hyderabad 呢個地方咧，呢啲咁多 IT 公司嘅區域咧，佢哋啲地咧係以倍數咁樣升嘅個價值。咁呢個 Raju 咧，佢喺海德拉巴深耕細作咗10幾年喎，仲要佢有間 infrastructure，即係邊度會起地鐵啊，邊度會起會變做商業區啊，佢一定大把消息啦。所以咧 Raju 咧喺呢個時候開呢間公司咧，雖然有啲人咧就話，佢係想將佢頭先喺嗰間 IT 公司 Satem 嗰度咧。A 翻嚟嗰啲錢咧由黑錢變白錢，但係我唔係咁睇咯，我會好直接咁講，佢王嚟㗎，有大錢我點會唔賺啫？我王嚟㗎，唔通我作為一個王，我係皇族嘅人，我可以冇熟地咩？仲要而家講緊佢有咁多消息可以買地喎，佢點會唔做啫？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咁，喺當時咧，佢真係瘋狂買地㗎喎。據消息講翻咧，其實佢喺海德拉巴周邊咧，佢囤咗係講緊6800英畝嘅地，即係大概3800個足球場咁大嘅地喎。好直接啲咁講，佢個目標應該係想做全印度最大嘅私人地主咯。但係勁啦，一個金融海嘯咧，可能就真係令到大家終於睇到邊個係冇褲著啦。唉，喺2008年嘅12月16號啦，由 Raju 把持住嘅 Satem 呢一間 IT 公司嘅董事會宣布啊，佢哋要用16億美金去收購頭先我講緊上面嗰兩間地產公司，Matus Infrastructure 同埋 Matus Properties。咁但係呢兩間公司咧，邊個人揸手嘅咧？呢兩間公司咪就係嗰兩個王子揸手咯，佢啲仔 own 嘅呢兩間公司。第二，其實咧，我想講 Matus 呢個字咧，你調翻轉頭睇咧，就係佢頭先嗰個佢而家嗰間 IT 公司叫做 Satem 啊，是但啦。咁佢咧呢個字調轉咧就係 Matus嘅串法啦，Maytas。簡單啲嚟講就係我除咗 Satem 我俾一個真理你之外，係我再去演繹真理嘅另一部分俾你睇，幾勁。好啦，咁佢咧當其時喺嗰一日咧就係宣布話，即要使16億去買佢兩個仔 own 住嘅嗰兩間地產公司啦。當時咧，其實咧 Satem 呢間公司嘅數簿上面咧已經講緊係有大約10億美金咧係假㗎，即係冇真錢㗎，佢哋純粹篤數喺上面寫詐零嘅啫。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啱啱講緊嘅 Matus 咧，佢手上咧真係有一堆地嘅，因為頭先都講話買咩6800英畝啊嘛。咁但係咧金融海嘯，所以啲地咧其實跌晒價。所以佢將Satem 咧去買呢個 Matus 咧，聽落其實即係咩咧？咪就係 one stone two birds 咯，一石二鳥 you know。因為佢用 Satem 嚟買嘢嘅話，佢咪可以將佢喺 Satem 做出嚟嗰個假窿咧，當係左手交右手俾咗 Matus 咯。咁咪可以抹咗佢呢個做數呢個大話咯。而調翻轉咧 Matus 咧，佢而家嘅地咧係麵粉貴過麵包啊！咁麵粉貴過麵包，你都唔知捱到幾時。同埋因為通常呢啲咧地產商咧都會同銀行去窿錢㗎嘛。咁所以若果當佢將 Matus 食咗落去 Satem 嘅時候，Satem 嗰啲股民咧咪要慢慢受咯，慢慢嘆咯。可能講緊間 IT 公司嚟緊賺嘅錢，全部都愛嚟餵飽呢個地產公司㗎喎。咁但係好啦，除咗呢兩手之外 ，two birds 啊嘛。其實仲有一個事實係咩咧？呢一個 Raju 咧，
佢就係一個貪網啦、唔衰得啦、又冇用嘅廢柴。我咁講嘅原因咧，係因為咩咧？佢而家講緊買呢兩間公司咧，要16億啊嘛。咁但係個窿係10億啫嘛。咁換言之，即係咩咧？即係佢要呃多一次 Satam 嗰班股民，嘔多6億現金出嚟俾佢咯。即係可能係現金啦，可能係第二啲嘢啦。但係簡單啲嚟講，總之就係要呃多6億咯。咁Raju 呢個人咧，可能佢真係以為自己係王啊，所以咧上市公司嘅股東咧，真係聽咗佢講咩都要即刻聽佢話。嗱，但係話晒咧，佢哋都係一間咧上市公司，喺印度有上市，喺美國有上市，所以啲美國同埋印度嘅基金經理咧，唔通你真係以為佢食素嘅咩？通街啊，都因為金融海嘯貶值。你攞間公司嘅 cash flow，就算人哋唔知你有窿啊，你攞間公司嘅 cash flow 去買你兩個仔嘅蝕本火，你係咪黐咗啊？所以咧，Satam 呢一間公司咧喺紐約嘅證交所咧，佢個股價一夜之間跌咗55%咯。大家咧都用腳嚟話咗俾佢知，我唔 L 會再信你間公司咯。死開啦你咁樣，所以 Raju 咧其實喺即係一晚裏面跌咗55%之後咧，佢講緊宣佈完唔夠12個鐘頭，佢哋又出嚟講翻啊，我哋撤回呢個方案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withdraw 咯，係咪冇人信你嗱？但係佢撤回咗呢個方案咧，就唔代表佢嗰個$10億嘅窿咧唔見咗噶嘛。仲加上因為發生咗啲咁嘅事咧，全世界咧可能都真係會及到你實一實。而我自己覺得啦，Raju 咧喺依單嘢裏面，佢真係心知肚明，佢依一堆咧作出嚟嘅好叻叻嘅成績咧，應該拖唔到落去㗎啦。因為其實唔使好耐，一個月都唔夠。講緊大約22日之後啦，呢個 Raju 咧，即係喺2009年嘅1月7號朝頭早咧，佢就出咗一個 email 啊。就係俾頭先講 Satam 嘅董事會啦，仲要好乖巧咁樣CC埋俾印度嘅證監會啦，仲有證券交易所啦，裏邊當然係一大堆廢話去 justify 究竟佢自己點解做假數啊，成講到自己完全冇貪錢咯。佢講到底跌落地，梗係要揦炸沙啦，我旺你㗎。佢其中有一句説話咧，段 call 咧係話 It was like riding a tiger, not knowing how to get off without being eaten。即係我已經係騎住咗隻老虎咁樣，但係我唔知道點樣喺唔俾隻老虎咬死嘅情況底下落翻嚟。嗱，依句嘢咧其實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你見我不停喺度話佢個黃啊黃啊黃啊。因為第一佢喺種姓嗰個觀念裏面，佢真係覺得自己好巴閉㗎。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 metaphor 啊，嗰個類比或者嗰啲既定印象唔知啊 metaphor 即係咩啊？比喻因為咧其實喺印度咧，老虎咧係其中一個王嘅意思，所以佢話自己騎住隻老虎咧，除咗我哋用4隻字已經解完騎虎難下之外咧，其實佢心目中真係覺得自己係個王，我係一個 leader，我係一個領導者，我係帶呢個海特拉巴 Hyderabad 呢個地方發展嘅人嚟㗎嘛，我係騎住一隻老虎嘅，所以我先係真真正正嘅係咯，海德拉巴之父啊，成，我係為咗大家可以去到另一個新嘅境界，創造更好嘅未來。然之後好不幸地，我騎虎難下咯。嗱，你諗下幾 bullshit，即係賊嚟㗎咋？王做王都可以係賊嚟㗎，佢擺到明就係賊啦。佢成段嘢咧，其實就係包裝佢自己貪網，然之後講到自己好無奈咯，即係我都唔想㗎咁樣啦。咁嗰一晚咧，其實 Raju 咧就同佢個細佬咧喺海德拉巴嗰度咧向警方自首啦。不過咧，其實依單嘢搞咗好耐㗎，因為頭先講2009年嘅1月啊嘛，佢去到2015年4月咧，佢先正式宣判嘅。佢嘅刑期咧係講緊 Raju 同埋另外9個人，當中包括咗佢細佬啦、佢個大仔啦，仲有等陣我會提嘅其中一個羅兵咸核數師嗰間咧 PWC 咧嘅人，
啲人咧大部分咧都係判咗7年有期徒刑，即係定罪㗎，係判咗7年有期徒刑。但係又咁講喎，哇，仲有罰款啊，5000萬盧比啊！咁5000萬盧比真係幾錢啊？80萬美金啊！哇，大佬講零啊，都差幾丈遠啦，係咪啊？佢作數作咗10億出嚟，然之後你罰佢80萬美金，美金我有冇聽錯啊？咁好啦，不特止喎。雖然咧佢係判罪判咗7年啦，但係佢真正叫做坐嘅時間咧，係由佢最初自首嘅時候，佢俾人扣釋，扣住候審啦。喺嗰段期間咧，佢扣住候審，佢係大概喺裡面韞住咗33個月嘅。不過你諗下，因為佢當其時，喂，我有頭有面㗎嘛，結果我要自己咁樣認我自己作數出嚟喎。你試下佢喺條街度，都唔好講有冇保鏢同佢一齊行啊，隨時俾人揾石頭一抌死，因為佢係股民啊嘛，係咪先？所以我會話佢最初咁乖喺裏面坐咧，其實係因為風頭火勢咯，而唔係即係真心想懺悔咯。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佢喺嗰度即係叫做扣留咗33個月啦。但係咧，去到頭先講緊嘅2015年4月咧，佢一判咗7年之後，係啊，佢翻入去坐咗唔夠1個月，大約4個星期左右啦。佢咧就申請咗上訴，咁上訴嘅話，佢就保釋，咁啊等佢上訴啦。咁但係上訴喎，等佢上訴喎，保釋喎。我想講嘅係喺11年後嘅今日，佢依然係維持住呢個保釋，等待上訴嘅狀態。咁直接啲咁講，你有冇聽過單案可以俾嗰個犯保釋咗出嚟，準備上訴，準備11年，一路都未完嗰個上訴，然之後唔使坐監。佢嘅判刑係7年，就算扣翻個33個月，佢都仲有幾十個月要喺裏面坐。但係佢就係唔使坐咯。咁好啦，咁除咗佢之外啦，頭先啲王子啦，佢個大仔咧，仲有啱啱提到羅兵咸咧，有2個負責簽名嘅 partner，因為其實佢上市公司要俾人核數噶嘛，佢哋都係用同一條橋咯，保釋上訴，跟住繼續唔使坐監。呢班人全部都講緊判咗7年。但係跟住一路就玩上息玩程序，然之後咧就唔使坐監咯。所以係咯，個司法制度好似有啲嘢怪怪地啊，嗬。我睇完呢單案咧，首先咧我開始明點解咧 Netflix 咧要拍呢一套叫做《Bad Boy Billionaires》，因為咧你睇呢班人咧咁樣做假數。佢係呃投資者嘅錢，因為佢上市你買得到嘅，我都隨時係買得到佢嗰啲股票㗎。但係你講緊佢咁樣嘅做法，咁樣嘅所謂，你罰佢80萬美金，哇！真係多謝喎！成個政府配合到咁，明知個系統係有漏洞嘅，有錢嘅人就可以無限玩上訴，可以唔使坐，邊度揾一個咁配合罪犯嘅司法制度先？我真係覺得好難得㗎，聽完。然之後我其實喺揾資料嘅期間咧，我再睇多一樣嘢喎，仲黐線啲。呢個唔係一個漏洞啊，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後門啊！我會話原因係咧，原來喺印度咧，好似國會之類咁樣㗎啦，佢有40%國會議員咧，佢哋全部都係有刑事案在身，全部都係用呢啲叫做我打緊上訴嘅藉口一路喺度拖，就唔使去面臨嗰個被定罪嘅後果咯。所以你聽完，你根本嗰個制度唔係個制度有漏洞啊，根本制度係有後門一樣，俾一班有權有勢嘅人去走甩咯。喺Netflix 嗰套嘢咧，Bad Boy Billionaires 裏面咧，嗰班人嘅人咧，其實通通咧都係啲有錢嘅人嚟㗎。嗱，除咗嗰個喺人生已經登出咗嘅 Sabata Roy 之外啦，佢哋咧都好，即係佢哋唔係好容易咁樣就喐啲就已經話可以走咗佬去英國嗰度過佢哋嘅新生活。一係咧就好似呢條友咁樣啦，呢個即係 Raju 咁樣，
係人都知佢除咗揾啲鬼員工，即係嗰13個咧嚟呃咗幾千萬美金做人工之外咧，佢仲用咗幾百間嘅空殼公司咧去呃佢哋嗰間 IT 公司嘅錢啦。咁而且你諗一諗啦，揾個屎忽你都諗到啦。佢如果真係呃得嗰幾千萬啊，有乜可能會可以有錢去買6800英畝、3800個足球場咁大嘅地啊？啲錢邊度嚟㗎？唔通你話俾我聽呢條友真係會真金白銀走去問銀行借啊？唔好玩啦！喂，我伸手攞咁方便，我仲有咩超級權限？塞兩張單落去就可以攞錢咯？借錢傻嘅咩？唉，自命為王嘅人呢，垃圾呢就真係事實嚟㗎啦。但係喺呢件事當中呢，其實都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我會話就係當年呢幫佢簽盤數嘅 PwC 羅兵咸啦。佢哋足足簽咗9年呢，都係寫佢份報告叫做冇保留意見。簡單啲咁講，即係話佢盤數冇事。但係又好神奇喎。羅兵咸咧，其實收Satem 依間公司嗰個費用咧，比起Satem 做生意多1倍嘅 Infosys 咧，都仲要貴。嗱，正常係跟住間公司嘅生意額嚟收呢個核數嘅費用㗎嘛。但係羅兵咸咧收 Satem 咧係收咗大概100萬美金，一年嗰個核數嗰個費用。但係 Infosys 咧，佢就揾 KPMG 嘅，KPMG 咧收咧係講緊大概20萬啦，中間爭咗5倍嘅。咁你咪諗咯，首先審計呢啲費用咧，其實計 hours 嘅啫嘛，睇你盤數有幾複雜啦，睇你生意額有幾大啦。但係你個生意額少人哋1半，然之後你收緊5倍，你會覺得究竟羅兵咸 PwC 收緊嗰個係真係審計 service 嘅費用定係揞口費呢？當年咧 PwC 因為呢單嘢咧喺美國證監嗰度咧係俾人散到一面皮嘅。佢咧當年仲罰咗一個破紀錄嘅罰款，連埋後來嘅民事訴訟嘅賠償咧。PwC 因為 Satem 呢一單嘢咧，佢足足係罰咗3550萬美金嘅，但可能用自己專業嘅身份咧去呃人嘅錢真係太好賺啦，太容易賺啦。所以當我一見到咦羅兵咸咁熟口熟面嘅，我一啲都唔驚訝。原因係咩咧？因為恒大最近嘅恒大即係嗰間咧大到不能倒嗰間咧，佢哋又係揾 PwC 去幫佢做 audit 咯。PwC 咧仲唔止添啊！佢幫恒大簽咗14年，話佢盤數冇事㗎，係咪好犀利咧？嗱，今次咧就罰多少少啦。中國咧同埋香港嘅證監啦，罰款再加一個額外嘅叫做賠償基金嘅東西，唔好講內容啦。總之咧總數咧呢幾嚿嘢加埋咧係罰 PwC 咧2.3億美金。好似好多啊，2.3億美金啊！仲有罰，仲有罰 PwC 咧，半年裡面咧唔準接新嘅上市公司嘅客咋。咁第一啦，其實轉公司嗰啲轉晒啦，而家呢個時間都唔啱啦。但係仲有係2點幾億啊嘛，頭先講緊2點幾億好似好多，但係咧你睇一睇，原來咧羅兵咸咧每年嘅生意額咧係大概500幾去到接近600億生意額嘅。咁500幾600億生意額對比2點幾億嘅罰款，你諗一諗，犯罪同埋犯錯嘅機會成本咧，聽落都唔係好高啫。如果我唔在乎自己嘅商譽，呢一間做核數嘅公司，佢次次都可以扮無辜，完全都好似唔記得咗佢自己要做 due diligence 嘅時候嗰一個角色。佢唔係保護嗰間公司啊。我想講嘅係咧，Satem 呢一單案咧，羅兵咸係過分到一個點嘅程度咧。正常咧，其實如果你公司做嘢，你接觸過核數嗰班人咧，你其實都好怕見到佢哋㗎啦，因為其實要好精準，唔可以有差錯，唔係可以俾你 resubmit 嘅。基本上佢要啲咩，你要俾佢。盡量都唔好後補，因為佢會驚你係作假啊嘛。咁好啦，講啲好簡單嘅部分啦。喺 Satem 嗰單嘢裏面，頭先咪話佢做假數，話自己有10億嘅現金嘅。咁咧，首先 rule number one，
羅兵咸咧，佢若果要睇依間公司係咪真係有嗰啲資產，有嗰啲 cash，你唔會擺10億嘅美金嘅 cash 喺你公司噶嘛？咁啲錢去咗邊？銀行噶啦，通常即係你銀行好、private bank 好咩都好啦。咁但係你會有一啲機構去幫佢收埋呢啲錢噶嘛？咁羅兵咸做核數嘅時候咧，其實咧 suppose 佢應該係自己發信去俾一啲機構去由嗰啲機構去證明翻 Satam 咧係真係擺咗嚿錢喺佢哋嗰度嘅。但係喺依單案裏面啊，羅兵咸你依樣嘢都冇做啊！佢哋嘅藉口就係話：哦，我哋信晒 Satam 講嘅嘢啊嘛，Satam 佢哋俾我嘅，咁啲文件偽造嘅。哎呀，我俾人呃咗添。好啦，有啲人會詬病話你做核數你做核數師，你哋連啲文件係真定假你都唔識分。我覺得唔係識唔識分啊！係其實若果你係負責核實嗰盤數有冇做數，你點會100% 信晒嗰間公司遞出嚟嘅嘢呢？所以 standard procedure 係應該去揾翻頭先我講緊，佢話啲錢擺咗落銀行啊嘛，咁佢咪出信去俾銀行咯，銀行翻嚟話俾你聽佢有冇呢嚿錢喺度咯。佢呢啲步驟全部都冇做，所以我唔覺得佢俾人，我覺得個重點唔係佢有冇俾人呃，個重點亦都唔係究竟佢識唔識得分偽造嘅嘢啊。個重點係佢冇做佢份工啊，根本就咁唔係一句你信嗰間公司就得㗎啦嘛。你信嗰間公司，你咪去嗰度 in-house 做 accounting 咯，你唔好做核數啦，係嘛？因為你核數係有你自己嘅專業守則，例如佢係一間美國嘅上市公司，佢係印度嘅上市公司，佢有法規要點樣去遵守㗎嘛。所以我其實喺呢件事裏面，我見到羅兵咸咧，再加埋恒大最近呢一單咧，簡單啲咁講，他日若果要做投資，要望數寶嘅時候，甚至乎你 IPO 上市你都會有得睇噶嘛，因為佢哋第一 round 上市嘅時候都一樣要有人執靚盤數噶嘛。我會好小心睇下邊個係做 audit 嘅，睇完係邊個做 audit 咧，我就會調整我嘅風險啦。明嘅明，唔明嘅黎明啦。至於關於呢一單案咧，我會話啦，可能亦都係因為咁可以解釋翻俾大家聽，點解呢一個民族佢一樣係會有好多人遠走他鄉，唔留喺佢哋個國家生活。一定有啲原因咯。Bad Boy Billionaires 咧，我覺得係真係幾好睇嘅。若果你對即係好似我咁對印度冇乜認識咧，你睇完之後，你第一個反應話得嘅咩？得嘅咩？原來係咁嘅咩？好黐線。咁係啦，咁我依單案咧，我本身諗住簡單啲咁講，但係原來都唔簡單。anyway 啦，咁希望個錄音唔係太差，希望我今次真係有錄到聲啦。若果我冇錄到聲，我唔再錄噶啦，我發脾氣噶啦。同埋希望你哋中意今次帶嚟呢一個特別節目。仲有係啊，我眼神好閃縮，因為我要望提詞機啊嘛，大佬邊度背到啊？我又唔係專業人士。多謝你哋收聽，多謝你哋一直俾嘅意見。咁我哋今次講到呢度先，我睇下呢個假期裏面仲有冇其他案件可以同大家分享。多謝你哋收聽，有咩留言話俾我聽。想投訴話好難聽嘅，請你慳翻嗰幾隻字啦。我冇興趣知你覺得難唔難聽，撳去聽第啲嘢啦。如果覺得好難聽，好啦，冇嘢啦，拜拜。